港澳台嘅朋友啊，依家喺珠海買樓，仲有冇限購？可唔可以做按揭？首期又係幾多？利率咧又係幾多？貸款又需要邊啲資料？除咗房價之外，仲需要繳納一啲咩嘅費用？發覺啊，仲係有好多港澳台嘅朋友咧，對呢樣咧唔太清楚嘅。今日我用一條視頻同大家去講清楚以上嘅咁多個問題，驚記唔住嘅咧，建議可以收藏起身。首先係珠海全市已經取消咗限購，包括橫琴，所以咧依家港澳台嘅朋友咧喺珠海買住宅係唔限購噶啦。建議大家都係優先買住宅，唔好隨便啊買嗰啲40年嘅商業或者公寓。第二個嚟啦，可唔可以做按揭？目前啊，港澳台嘅朋友喺珠海買樓咧係可以做按揭嘅，同內地人購房政策係一樣嘅。首期最低1.5成，最長貸款年限30年。依家珠海最新嘅房貸利率咧係3.0，呢個啊都係歷史最低㗎啦。重點嚟啦，點樣先至可以按揭貸到款？尤其係台灣嘅朋友，呢一點啊非常之重要。首先，銀行貸款要求提供咧身份證、回鄉證、家庭成員表，仲有工作證明，近半年嘅銀行流水啦。收入證明同埋流水嘅話咧，可以提供自己當地嘅都可以。收入正常要求係月供嘅2.5倍。如果係台灣嘅朋友啊，再需要提供多一個大陸嘅生活軌跡，否則啊好可能貸唔到款。最後一條啦，除咗房價之外，仲需要繳納一啲咩費用？以新房為例，購買140方以下需要繳納1個點嘅契稅，140方以上咧需要繳納1.5嘅契稅。仲有一個維修基金啦，係90蚊咧每平方嘅，按照購買嘅建築面積乘以90，呢個啊係一次過嘅。仲有一個律師費啦，每個樓盤唔太一樣，不過大多數係1000到1500蚊。仲有一個工本費80蚊一個。除咗呢啲正常嘅費用咧，冇其他噶啦。喺買樓嘅過程中啊，如果仲嗌你交其他嘅費用咧，就要注意啦。如果身邊啊有朋友想喺珠海買樓咧，但係又對珠海購房嘅政策唔熟悉，不妨可以轉發分享俾身邊嘅朋友。